香港大學嘅研究發現，本港越嚟越多人患上胃食道反流症。調查推算咧，全港有70萬人每個月都有出現一次胃酸倒流。呢一種病嚴重嘅會導致食道癌。鄭影雪報導。秦真如3年前開始食道痛，同喉嚨有陣陣酸氣，大約半年前去醫院求診，先知道患上胃食道反流病。有好多胃氣啊、酸氣啊，同埋個胃咧唔舒服啦，行街啊或者係飲茶食飯啊，我都冇咩興趣咯，因為我要顧慮嘛，我要食唔到咩嘢。胃食道反流病係指食道嘅括約肌有唔正常嘅鬆弛，令胃酸倒流，引致食道不適。患者會出現胸口灼痛、嗳氣、有胃酸等嘅症狀，最嚴重嘅會引致食道癌。港大喺舊年11月訪問咗700幾人，發現有1成嘅受訪者每個月都會出現一次胃酸倒流嘅病徵。按香港人口680萬推算，有接近70萬人受影響。食煙飲酒或者進食高脂肪食嘅食物啦，或者係食宵夜嘅習慣啦，不良嘅飲食習慣，呢啲都會係一啲誘發呢個胃酸倒流嘅因素。醫生話，患者可以透過改變生活同飲食習慣，食抑制胃酸嘅藥同做手術收緊括約肌，控制病情。有線電視記者鄭影雪報導。